面对台湾就迈入超高龄社会，一旦厝内长辈住院无请看护，就要面对规家伙轮流照顾的负担。对此，当病院向健保署所申请的住院综合照顾服务，除了提升医疗品质甲安全，同时嘛减轻家属的经济负担。以102岁阿基阿嬷因为肺炎住院为例，除了得到24点钟的专业照护，每一天只需要支付950块费用，真正足甘心。像我们24小时只收950元，可是如果一般在医院，你如果自己自聘一个看护1对1的话，一天要花2600元，而且他如果说今天他的体重比较重，他会加价。还有就是他如果有感染的风险，他也会加价。那像我们这一个费用950元就包含了所有。因为该费用等是市面上请个别看护介绍的一半，加上照护能力还有专业的分级分工，拢让家属更加安心。所以计划才试办5个月，就已经有超过100位病人参与接受服务，有高度的评价。我们这个是有跟健保局申请费用的，所以一定是要有健保的身份。如果说重症需要1对1照顾的，这个就比较不适合，因为已经病危了。你如果再用团护的话，这样子风险是比较高的，这个部分就是会排除这样子。请的看护可能是1对多的，有时候要考虑一下，就是1对多到底多到哪里哈？所以这中间有很多的问题，可能需要医院方面跟病人端这一方面，大家来互相协调的。那就是为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，所以有一个整合照顾服务出来哈。病院表示，病人或者是家属对着参加这个方案有选择权，只需要询问病院联系的窗口或者是护理站，经过评估适合收案，就当享受这项大型的服务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